是要轮班。阿哥上班嘅工厂是要轮班。哥哥上班的工厂需要轮班。哥哥上班的工厂需要轮班。哥哥上班的工厂需要轮班。爸，唔是笑啦，要要想办法。也未赶过来，也无大本去的。后了万一个下亲戚朋友送的，也未都无带走，那去买买啊，5万元钱，还无调用啊。我是唔会错呢。无好再搁讲的啦，若迄纪念留等啊。爸对唔起，人还没打走，本城市都无还没，也头顶。俺小鬼不卡你，现金无调用。好啦，无好再搁讲的啦，你水摸摸，你含一个水吼。好啦，伊对我会不坏啦。你从小就唔好来讲爸呀。我高中都做最错的，以后做你的行业。伊嫁过来，就让你先做公司的事情，无一句就落山来。你这个无限19因素，我卡就会一点无限，伊迄男朋友到底迄哪来的？照片搞唔好，你做阿爸的，你是不接的。今天没有人帮我做手术货。我按用笔啦，王永庆还唔迄江主持好听听。我伊个人无强用啊，迄你阿爸有以后有用啊，有咩看法？我痛哦。唔会啦，不过你迄老酒加摕哦，若要较加好。满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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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满月。同事嘅生日呢做满月，请大家食满月酒。同事嘅生日呢做满月，请大家食满月酒。同事嘅生日呢做满月，请大家食满月酒。同事的小孩做满月，请大家吃满月宴。同事的小孩做满月，请大家吃满月宴。同事的小孩做满月，请大家吃满月宴。亲切，亲切，亲切，亲戚，亲戚，亲戚。亲戚从头保持联络，感情自然会